亲爱的老水牛，慢慢走了。多少时候，我们累的都不知道怎么样走上回家的路途啊！我常常忘了是你牵我还是我牵你啊，反正也没有多少分别了，绳子的两端都是细肤了，都绑着了，我也不能放，你也不能放嘛。让每种人用按成熟嘅绳嚟个托同时，同时唔系专门属于死人嚟咩？虽然差唔多为就60岁咧，不过还当好些同时，呢位亲像死人先嘅主角，想法其实冇像嘅同时嘅形式咁简单。到第10，你去拜访嘅主角齐仁修，世界当坚持自家嘅理想，咩千有命，不过无天他家要属世嘅客家人。新嘅厝嘅另一早晨6點，你老陳少若聽到新店超lun餐見面，佢當可是邀請你上嘅美國子嘅睇茶，還有泰裝包袱要聽你要上茶。上茶之後，你搬到兩台茶，聽你佢向北宜公路嘅方向駛過去。因為連續幾日都嘅落雨，而你見面之前2日，讓確定到禮拜幾6嘅會所，我去到東檢武林農場嘅4年後，因為冇辦法，先去現場探路，完全唔知我記錄到乜嘅東西，本他自家感受到有些嘅受力。唔過咧，而呢種天然自然就去探險，一天當作意思按心情去記錄練習，尤其。親手當豐富嘅探險嘅經驗，一天做得創造出大家料想唔到嘅好結果。齊仁修係台灣前有名嘅生態翕相師，最好是佢是從翕天人。不過有擺，佢因為佢做農工吹吹人出國嘅機會，遇到一個老前輩來指點，讓放棄睇翕天人嘅想法，專心翕相。喺農林堂工作做研究工作，做2年嘅時間，我得到嘅國家科學委員會嘅補助啊，而家就36000人。我用38000人去買一台16厘米嘅天然機 QA， 做得翕咧？做得翕嘅。翕到一張地咁快咧，佢費魯姆比我薪水還啊貴啊，3分鐘啊2000人用，我薪水用2200啊。所以你要翕一下咯，翕3分鐘嘢，一年咧薪水冇提起啊。過了2年，我去做梅州啊，我是帶領一隻 QA 相機，一隻 QA 16厘米嘅天然機就去做梅州工作嘅。啊，工作嗰時發現真正翕天然冇簡單。報名我2年後啊，我轉嘅時間我就做到美國咧華盛頓 DC。探險之家去看，來看山邊，可能翕暗河，跟伊翕按到加州霧陰啊，就禿陰啊。來看山邊時，有個老人家走過來，從我前嚟講話，現場人來看按到邊，對啊部片嚟感覺有蠻講啊，非常感動，讓我翕到我吉祥嘅翕樣嘅東西。老人家講，係是個係是愛翕嘅。按河啊，用翕到按河嘅東西嘅。介下張地，還是講嚟前經濟行，叫介你冇錢嚟做嚟翕天然，天然賭錢的嘛，所以唔冇適合翕天然，唔是翕相機咗，用相機將人都得單獨作業嘅去那一種。聽到佢人講，
我心里都在想，迄讲一翕最好是先翕家菜叫姜拿，天策当神器。没想到话还蛮讲出来，亲就是讲啊，佢没想过。家菜叫姜拿係一本用50年前新竹江南地區為背景，用佢一個童年真正嘅事件和經驗所寫出來嘅小說。對親屬來講，佢唔係單單一本小說聽聽，還係對一隻小時嘅時代安尼回憶。因為到外國，尤其到南方哈，要當多時間去當孤獨寂寞。細隻嘅安尼垃圾哦哈，伊啲糖啊，然後會收到像個倫敦廣播電台，因為佢都個播放一首按到《黃昏的故鄉》啊，聽到嘅時候，雖然哦，以為咁安然嘅位所，聽到故鄉那條歌，目睭會跌下來。我覺得鄉愁哈，會給你。在那寂寞時光去療傷，它變得還是很熱鬧，因為你要點動力會，當你眼睛別在想那些哈，時間距離都不再存在，所以開始你會想，你童年時你條攀，你還唔知到哪位啊？你條條擺朋友哈，你還唔知向扮演咧，就開始會想，因為咩？是更想，你條朋友，影像是做出來了。就開始構想講下一篇童年必讀嘅東西啊！讀到《中國時報》嘅副刊主編，然後講：人家當好看，以後都繼續寫樣嘅東西嘛，所以我這樣繼續寫。家菜叫姜拿出版之後，受到當地現代人嘅歡迎，尤其對農村生活嘅懷念，寫入唔止幾多人嘅心度咧。比如講啊。江南市泉州嘅學校，我哋東海國小嘅學生啊，看睇書之後，當上嘅老師家變到書地圖嘅主角。有一個小朋友，他叫阿 K 哈，然後小朋友就給他一個綽號叫阿 K 姑啦。嘿，可是這個小朋友他一向就是很低成就，就沒什麼信心。可是你知道嗎？他讀了這本書之後，他發現哦，書中的英雄胸骨繞語強用係古字輩的，所以哇，開始信心十足這樣子。我讓他們出了一個作業，就是他們可以寫信，寫了都是那本書的主角胸骨。係胸骨，我看睇嘢書，我感覺嘢書當好看，又神奇又好高啊，當觸擊。你到學阿伯阿郎哈，羅書上，草馬個阿軒阿福阿鳳。都做了當好高嘅事情，阿鳳基冇佬做當好高嘅事情啦。千少到30多年之內，攝到嘅江南嘅老相片，一張一張標本嚟看，差唔多啊，呢度嘅所有嘅風景哦，都會變到歷史咧。每張相片都係一件小小嘅當好嘅過去嘅時光。經過3點鐘之後啊，是行入到3度咯，溫度眼皮是降到10度以下。親手用一句關於嘅成語“春寒料峭”來形容安尼天氣。佢目珠注意到魯迅300多個嘅切物，一發現佢想要翕嘅東西，佢隨時是下查。為到聽到佢當家嘅腳步啊，工作人員眼皮是着起衫，聽到佢向下行入，當奇怪。特別嘅10年以後嘅3度，呢兩面沙嘅切活嚇，要乜嘅當台拆嘅嘛？當到啊！係用咪一隻葉一隻乾燥，所以你看呢個松樹哈，跟人嘅2葉松啊，我介紹緊松樹，
到鸦片上南片动到冲树啊，甲山东冲不冲树啊？你狗鸦片冇板冲啊，你亲到冲树。照的时候哪能松鼠？对，你西北时候唔会有冲树鸦片，这鸦片有嘛个呀？针叶树刺就该什么按到铁山、铁杉啊，有铁杉，按个有到个云山西北说，按狗鸦片来侵铁山、侵云山、侵唔到。是动身起啊！嗰是用甲界天。誒，是用甲界，因為啲氣候冇咁浪嘛。今年因為一場三月雪，植物嘅生長並唔像往年春天按強按強，不過係呢就當道嘅花草，度過了寒冷嘅冬天，到冰雪融化喺日後嘅樹芽下，開出春天嘅花色。天然亲先生落到你的思源垭口哈，你的山度哈，就讲哦，你做咩行到顺头去哦，天然嘅行，心都想下下顺头路样行唔得，就讲个顺头哈，可能要非常你想唔到嘅呢，嘅植物哈，要到个包芽要生起来，嘅意思讲哈，你冇破坏到佢嘅自然嘅规矩，而本个自然环境哈，比自然慢慢的比生长起来，我想佢係只對大自然非常關心、心非常柔嘅人啊！離開思源以後，冇到1點鐘嘅時間，是來到武林農場。歸路一看到春天開發嘅植物，親手隨時是停車。完全唔等一年嘅錄像機、視聽機嘅翕相嘅角度，簽下佢嘅快門。不過今日要到佢翕了之後，耐心來你解說，嗰條植物係乜嘅特色，有乜嘅特殊嘅味素。因為佢對自然愛好生態環境嘅興趣，為你收得到嘅翕相機完全是閒唔下來。咩天然機一樣翕嗰條相片，翕嗰條植物來風景。算起來。你老先生強化嘅時間爭冇幾多點鐘，不過佢對自然生態嘅熱情，早就感染到大家嘅心。採訪嘅人想唔去想都難。今日天然防災協會嘅先生來到武林農場，呢位啊係先生佢長期到台灣嘅自然環境度發現一隻非常特殊嘅天氣。呢個非常特殊嘅天氣，有一般平常天氣好台灣其他位所看唔到嘅自然嘅條件，自然嘅價值等於講你攝影來看，先生佢從細一種牛股因為變到睇起來突然台灣嘅人重新來尋到台灣嘅自然嘅力量。一下車是讀到防災保護協會嘅自然體驗團，佢一出現，團員是動向，因為佢係呢個團體嘅創辦人。到他這個要求之下，佢臨時上場為團員做行前嘅說明。在防災嘅複雜操縱下，我還能感受得到佢對自然生態投入嘅心力。已經過了暖溫帶，那到了南山裡面呢，已經開始進入溫帶。你可以看到台灣從熱帶到寒帶，我們的氣候都有。一個這麼小的島嶼，你去感受那種氣候不同，每一個氣候帶有不同的生物在適應它的生物的發展，所以台灣的
生物的变化性很大。风沙保护协会是一个推广保护自然生态概念的民间嘅团体，今年有差唔多1万只家庭加入变会人嘅，係台灣最大嘅生態保育嘅團體。都市嘅生人當菜歌啊，你可以去那位喏，唔是腳，唔是名都奶啊，學校全部水奶，冇是人造嘅嗰種嘅鐵碳啊，因為成分用嘅廠咯，所以人當需要去到大自然，你嘅係你全身最熟嘅咩？你嘅祖先加千年、加萬年，是都按自然生發，忽然間你一推生發到水奶，搬到後面抗古力樣嘛。所以人嘅感情都冇提起嚟咩？你講我哋放假啦，實際講對大自然嚟講，哪有買放假？對大自然講，你講釣，你講哪係放假？講個無數種嘅放假啦。所以任何人去感受，為所先係日富有人創嘛。所以唔過當人嘅角度嚟講，你講緊放假，所以我條用呢隻詩。教訓人講，你看入大自然啊，看入地球啊，你做唔得是用人的角度去看，你要動到角度去看，所以保護放假是要保護的自然體。自古以來，台灣、中國很可憐，因為我們一直在謀生，很貧窮，所以我們的內心幾乎上已經有那遺傳到貧窮世代的那種基因在裡面。所以你看到那個櫻花鉤魚龜，我這來假爆呢。為什麼？真的，我們看到大概都是跟吃有關。到現場，我看到陳仁秀當神通嘅展示，本來想到家在九宮那地路，嗰隻天生嘅高頭王上古。最慘的，我大最多誒。最慘啊！最大最多誒，因為個堂兄弟、堂兄妹按多啊，有下家收個生人啦，唔知數啊哈。佢睇一個講4、5屆、5、6屆、6、7屆，我係是講最少嘅啦，3屆的人，跳人嘛人家比我跳人來跳是做個大大，人來跳是做個大大。佢真活潑啦，真外向啦，真會教啦，嘛個點子是有啦，睇下有當一樓幾了哦，了落甲10天吼，又會叫錢啊吼，又來跳來啊吼，見我大家跳擺安尼撇個撇子有冇？對方被嚷槍槍吼，又叫錢啊，又跳來吼，話小姑娘啊嚷槍槍來冇辦法嘅，我講慢條起來講，喲，那嚷係用個慢件哦，奇怪咧，用衝啊，那冇見冇好教嘅，都叫錢嘅吼，叫唔錯啊，嗌嚷啊。最近我不讀書嘅時陣啦嚇，佢好容易嚟欺負行人，睇下欺負佢呢，那個你戇客人嘅罵嘅，我就嗰陣時講我誒。打起啊，落起啦哦，講好，為啥都為啥咯？為啥都為啥先來那個？佢就當配啦哈，當配誒，落去對打，講個當配是7、8起嘅啫，我個時陣就學誰家弄啊，這個去走起就對到咯，實際創是會的啦哈，今啲時陣就當搞怪嘅啦。臨暗啊，天堂還有4道光線，陳仁秀伊4道都唔會浪費，放射欠下夾個快門。有時節翕到當好嘅相片時節，佢會當聽，那不按你看。呢隻下晝啊，按照天然幾多武林農場就佢翕起來咧。天色見來見暗咧，按你等陣天熱夾夾響起來。天然陳仁秀繼續去探險。天熱一早，武林農場嘅天有一種都市嘅人唔敢相信嘅藍色，加上寒冷空氣度帶嚟有花草嘅香味，都係都市人做出記唔得嘅體驗。冉冉還是看到比寒冷早響起來嘅陳仁秀。到個武林農場入後300下都翕相，讓人講嘅花
老亲人手顺透嘅光线，雕刻出一种当神圣嘅气氛。到佢表现度，当难想象，到今年差不多为60世纪进行做得暗好。尤其佢讲，全部是睡到5点钟天天。有，我细细就有搞，因为到嗰度下一台生意都冇了到东西嘅。知道อันนี้อัน亲密的关系，不อันนี้อัน多，你不论讲古，你不能出去聊，你要跟外让外关系当重要嘛。像特别用做路漫，有人来看到路漫，特别你行都是有啊，有人全部完全冇得叫变按笑，所以我嘅成员讲，特别在路漫叫你便宜，甲笑叫乜嘅有东西要，特别讲乜嘅要，冇事啊。所以我今日在想讲。我哋記錄看嘅。親像在呢年，向天日而去嘅位所，半路遇到一隻當江嘅風景，下到他一家當天嘅停下來，雪山東浪嘅一歇啦，都見係蠻容態。你只要到外國明信片當個，讓看得到嘅風景，衝然後他一個講，佢每日啊，我就一隻當奇妙嘅人日。不過，翕到雪山風景之後，既然遇到好多雜嘅困難。可能親手嘅茶一路下山，可能因為4年後嘅假日期啊，某點鐘茶都是批到1千超過落嘅每套，可能當皮太少咧嚇。經過睇到半點鐘，茶又做個上路咧，呢啲心讓湧下來。480萬公路，來到人壤附近以後，呢隻由林務局管理，並冇對外開放嘅區域，愛落去啊，必須要申請。親手做咗行前，已經聽呢安排好入人嘅許可。不過，我認為工作小組嘅人數超過先前申請嘅人數。我是張明璇嘅朋友啦。啊？我張明璇嘅朋友。張明璇嘅朋友。哎，徐仁修，我看到你們的那個簡介都是我做的。哎，徐仁修啦。啊？我現在在100線這個守衛站啦。啊，你等一下，好，等一下哈。經過親手當個人嘅聯絡。讓本綠讓茶未做得停呢，親手嘅茶行入到保護區內。通關之後，呢停呢呢條山路，慢慢地行向今日最重要嘅目的地。茶到呢地300下停下來，眼前出現的係當到一縷縷嘅雪花，親手下茶之後，確定是呢位，所以呢睇呢佢強下，開始呢日當精彩嘅賞花嘅時光。你看無人照顧嘅花都開到暗江。那種按樣嘅山啊、壁啊、高，你可以看按樣嘅環境，本來很難生存嘅東西，機會開到暗江，無人照顧。你可以看你園藝上哈，看那種多彩多姿，你看，你係代表台灣嘅蘭花一種，你就身為台灣人就咁快樂講啊，你就暗江嘅蘭花，未講碧桂醬油哈。日入來。必須要到當青呢嘅空氣，
留当时论嘅水分下，让做嚟生长。因为是做嚟生长到岩壁当高，所以当然用人工来培养。不过，没认为一样人，让显出呢种兰花嘅珍贵性有嘅特殊性，好得奇人秀，能让有机会看到很珍贵嘅日日来。奇人秀，佢对自然嘅爱哈，佢最尾其中一只按照防杂保护安尼概念，推动嘅长期嘅一只认同嘅理想。防杂然后保护实在系矛盾嘅两件事情啦哈。行人头摆哈，专门按照开山打呐，专门落个防杂废脱咧啊哈。不过咧，个奇人秀啊，佢个生活经验伫度啊，非常多人呢，当时呢个意思。點樣可能是講客家嘅文化也好，客家傳統呢度啊，就遷到安呢迷信也好，遷到唔點樣嘅行業未來世界嘅呢方式，因為嚟做嚟後輩人嚟看嚇，奇人秀佢嘅過去嘅做法嚇，我想最俾人感動係呢點。結束咗4年以後嘅追蹤記錄，因為對奇人秀嘅家鄉景林有下一個嘅期待。前2年哈，去到4年野口哈，看奇人秀佢長期做一個研究哈，按照自然嘅研究，嗰啲下來到景林，前期嘅屋下，再看到哈，屋下當鐵樹唔係，你們是看到1、2、1、5，你係乜嘅咧？你係門牌啊，因為嘅屋下啦，披薩門看咯，披薩門牌掛喺門後上看到，嘅屋下非常鐵樹，其實看到啲細樹嗱啲度。啊，假如睇講，你看唔到好嘛，所以我寫到睇牌啊嚇。你係看到從係自然嘅環境，啊，種特殊嘅樹，還個夾尾嗰啲種嘅花花草草，啊，呢個非常特殊嘅大人家。呢處有前庭，咩叫後發人嘅人家，係奇人秀嘅屋下，因為環境進入到當槍里，係超強甲白連沙。當後來嘅位所，呢下是長度，奇人秀甲阿妹行大到呢位。唔過啊，隔10年初日，奇媽媽都會邀請甲白連沙來看幻燈片。原本啊，係奇人秀標本屋下人欣賞嘅家庭嘅社會，呢下慢慢就變到一種希望嘅社會。青島甲白連沙都係認為我哋會看幻燈片，讓條機會留長年到外邊記錄嘅奇人秀促使起來。看下幻燈片啦，佢當年嘅演三學暗部，叫佢團然盤食飽嘅時節，佢就係表現啦，咁嘅灰白火講，我自己看，我自己不看已經看唔好啦，佢很少喺度漫無見影向下看，咁下時候要教他們嘅機會，大家就好熟悉。到慈湖屋順，有條乾涸嘅水樽，因為水當槍里，咩係甲白連沙富人家生產嘅位所。喺呢到嘅時節，永年人做出3歲後嚟啦，轉起嚟，市場度一隻掉到水樽當個嘅細燈呢，行咗嚟俾人感受得到，空氣度嗰種農村嘅溫暖有人情。安尼安苦啊，又冇錢都培養伊啦。講迄物嘅土書嘅講，該是慢慢不能啦，安尼安苦哦，無法度啦。台灣土故事好嚟啦，伊條牌面啲無較安苦樣，佢要去靠果農這樣啦，用係迄農家事體啊，凊彩種農啊，土是好嘅啦。聽人媽媽嘅故事，當然本來嘅感覺咪一來就強烈。行到
残强下的力量头落树下，一头呢是酸的，一头是强的树。这个画面，每是齐人秀专场突然而已看的场面。迄小树啊，都其细节是保留到以下的古迹。你摸老师识得嘛？所以唔得了，细衫啊，你去来问看。好。其他哈有个招数，普通哈，你前一按不用小水浸呢，就会装起来。装起来哈，你实际上是做的这修的。好，你看改种哎，你看，它本身就是招数啊。你看，要叫五来字啊，要调白你啊。玻璃质来替代品啊，染质啊，你看大染质用啊，你讲人家糖下用裂下，都糖下，特别是用俩中小有染质啊，所以你看大概摄影师你看，行李间外形看起来非常无希望嘅落物，喺印尼天然奇人秀到今年。下那睇嘅發現，印尼天然奇人秀向下看景林，大部分時間，但看到一間屋一條樹啊，都得到嘅目前度，突到一種失落感。呢係間水茶農間，農間度嘅其實應該係日本時代使用到以下嘅老古董。奇人秀就先為了呢間老屋，轉型變到一間兼有教學和休閒嘅文化空間。像有長過啊，今年你細些都見限少嘅哈。係啊，難得像你景林路街路拆少少啦。係啊，拆少少咧，你啊變到你啊真見係路條白嘅。坐到古老嘅農間呢度，食一杯茶，無天錯啊！細細嘅奇人秀，不到幾時後背走出來。那條突出行路上嗰啲阿哥啊，剛剛我走落來看水茶啊，嗰個當真是，我們利用啲水是做得去排米啊，嗰啲會啊，特別要水按高上來哈，咁不要沖一下，啲水茶是做啲啊，水茶就要轉嘅是。帶嘅種嘅裂哈，地波嘅種嘅籠子，帶嚟甜筒啊！個水茶當睇咋，係叫當睇咋，真神奇！見到我轉景林咧是每一次景林嘅嘛，唔係樣嘢，像個街路變到完全係係陌生嘅素材啊！你看我童年最有記憶嘅哈係王家廟，文昌宮，文昌廟，全部冇睇啊！呀！你看景林都拆到一樣人，完全特別景林嘅印象完全冇睇。對我嚟講，嗰隻景林已經消失咗嘅，所以呀景林對我冇乜感情。你看呀，你坐咧只，啊特別我從下底啊看水茶都係轉嚟猥瑣，所以從下坐落嚟看啊。所以你嚟看呀，哎呦，啲位置保持到很清好嘅，然後幾隻屋我特別空讓，所以唔係看到嗰種嘅。從門面等下個剪啊，係咧逐個做嘅，逐剪嘅，所以你看到幾隻條擺嘅種嘅印象跟記憶會多轉來。
所以讲你看到遐老树遐冲的树浪，啊，你看到啊，特别细些几只菜咧，你啊几含菜的感觉非常好。所以我去街路看到几样嘢，该插香香，忽然间说伊只抽时佢的感情上无香香。小河边，我初次见识你的美丽，我心中又燃升起深深的爱慕之意。有你童年发生的都不了都有关系，所以你回忆起来哈，当多，所以我要有你老爱没得讲。日本嘅童谣《红蜻蜓》啊，然後想叫啊，紅蜻蜓先人成日天拜看到紅蜻蜓到哪咯？哎，我了解翻稍微改寫講紅蜻蜓。你喺自然秀攞童年嘅往事寫成嘅歌詞，用媽媽當年教本兒嘅日本童謠嘅歌曲改編嘅。阿妹又拉咗兩首用腔一條歌啊，唱能兒童和自然生活嘅美麗嘅往事。小河邊，我初次見識你的美麗，我心中又燃升起深深的愛慕之意。前朝嘅老屋啊，左邊嘅房屋已經有部分轉體咧，不過正邊嘅房屋還要重現到地圖帶，佢係加菜九宮拿地圖嘅監錯人物。小朋友有沒有？哎。今年的菜做吼有利用长的暗炒，天一讲暖水，天讲煮饭煮菜哈，天讲是冰啊冰小水。哦，你现在听的公鸡叫也很有意思啊！我就讲，我有一个讲说我睡觉，因为堂兄弟都不在嘛，我弟就在睡了，我听了来公鸡在叫，在那叫，可是它干扰了睡觉的梦，所以梦里面我就梦见我的同伴们都在学公鸡叫，所以变成梦里面的一环，你就不会被吵醒。还有加工。头摆酱喺度里位嘛？酱都改片人，你嘅馅咧嘛？你煲梅嘢嘛？哦，食你只，哎，食你，哎。你半梦就下篇文章嘛？还有我还得到联合报小说奖的一篇呢，就用鸡做背景写的，叫做《飞行的小翅斑》。我在写一只小鸡，从小就大概老鹰来哈，大家说嘿这没哈，其實很奇怪，我老去差不多空中，佢做咧背，我做咧唔得背，就都該開始，他就問公雞，為什麼我不能飛？開始，好，後來佢可能慢慢佢學略會背，佢跳落屋當去，滿間用係捏夾嘅，因為我阿爸老介講用背唔人啊，嚇，佢講係所以其實講，佢係強出嚟我可以學飛啊，是下個小說。叫飛行的小翅斑。像我哋寫同時，全部係我寫人咧寫着通不七本嘅。像啲春天係人將開始來田那些，個烏龜開始出來咧。哎，看到烏龜就想到，哎，啲烏龜真神奇嘅，所以我對烏龜要寫一首詩嘅，啊，啲烏龜嗰啲春暖還寒嘅之間啊，一隻烏龜爬出來啊。都喺水草中間咧，啱啱上跳啦，睇個見看哈，是夏季講，我童年看到嘅烏龜嘅，然後又回轉到我心情出來，講你按狼啊，你爬出來，像哎呦你講行按慢啊，講表面上看按才過，想講你還比我好咧，你還唔是做些，我還是要西田嘅咧。到家菜九宮拿呢本書地圖。你看到主角熊谷
对任何事情都存到一种好奇心，要去探险，要去追，要去寻。现实生活之中的麒麟兽要强壮，对任何事情总是想到比平常还要燃还要长。每认为爱的性格，佢对身边的人有潜在的影响力。有摆要去山洞割草吼，割草本牛舌吼，伊无用手去拿来草，其实用个念的吼，用叫啊去，拄拄好我叫到干呢，甲叫要叫到出现，哦哟，甲出现就大概讲到我是看到因为我脚盘吼，可能都个骨头，转来一下咯，我是讲基本我我妈，我是讲哦，我脚吼本羊破骨到啦。迄讲，这些速度按太个上，做老太个一时都无怪忌，硬是做低，了个生态界个突形太狭，让不做得强烈个感染到防灾保护协会个加万个会员，强下去做生态保护一种又等于闹又唔会帮人安乐个工作个。安尼老麒麟兽强下2多年，发现。像人呢，所有的事情都为那个童年的梦想都个转。我问伊，还有乜个冇做到嘅，或者就遗憾嘅，佢回答，我嘅感覺非常嘅感動。所以对我来讲，我也是做乜个，播种，我种子种到个小人嘅身上，汉拜记条会变立法委员，又系做变副总统、行政院长，也系总统。也係做議員，也係做鄉長，所以唔會像你下一樣人咩？咩都唔知，全部是經濟目標，基本是有錢。你唔係欠錢，你實際上你也生活當好，唔係欠錢，你欠乜啊？欠好嘅生活環境啊！你嘅生活過上當重要，你要俾本嘅生命好精彩，嗬。麒麟兽加幅下哈，看起来全部都是非常自然的、非常强安尼的位数哈。你只係佢從細到大哈培養出來嘅環境啦哈。你下佢要對安尼自然的環境、防災那保護啊安尼事情哈，應該咩老家生長嘅環境，韓國老家咩嘅影響有關。所以咁樣講哈，佢啲防災保護協會做嘅事情就好，佢自家長期做嘅事情就好。佢寫嘅文章也好，寫嘅詩也好，都係為咗小人啊！小人啊，從細睇擺讀到嘅嗰啲事情，睇擺看到嘅環境、經過嘅環境，係佢南擺睇嘅時節啊，最深刻嘅就講關於鄉愁啦，享受啊，係佢嘅對佢家鄉嘅思想，對佢家鄉嘅一隻感情、一隻愛。當我嗰陣看到，因為想嘅老年童年嘅情形當相像咩？而家你起起來，本一下細人看到第個啊，條擺童年，所以佢哋看到個鬼辛苦，做到做唔係叫按好，咁咩唔會打起嘅。你按細人哦，唔敢下去啊！將我哋帶細人上啊，喺下去教書哦，是見看咁咩？講解我做咁咩講43按艱苦啊！所以我從我小人哦。都係43號艱苦，也係廿4年嘅漢拜嚇冇童年嘅回憶好重要。你嘅生活全部本末倒置都方便之外都幸福，因啲所有嘅唔方便過程中是係細人得到當多。所以你看條班人嘅細人嘅翕嘅，自家做樂器有嘛？自家做樂器，條班人哋要做笛子，又嘅嗰盤嚇輸入嘅，自家做嚇必卜衝嘅，你啊唔看你啊買個 BB 彈哦，你唔知啊，是有錢是做得，條班唔咩啊，你要做了卜得出去啊，個卜唔出去是你有問題啊，所以去研究人班會卜唔出去，
来到上唔拄好，你种啊玩具当中是去学习这种来实现跟观察的能力。那种童年的那个乡愁啊，其实都你成长过程中哈，那个铭印落去的，印落去的，那个时候印的最清晰，所以也就变成你的重要的乡愁。所以你会变得感情最深厚。迄讲我亲像个享受，甲迄毋迄是讲家菜救囡仔呢本书是唔会做的，因为无办法事后去想。不过我想本台湾转到上古几个时代，应该是伫啲生意最大嘅愿望吼。今日来看秦秀嘅家乡，看佢嘅家乡发生嘅事情，写入边度嘅故事，家菜救囡仔。发现到讲猎人秦秀佢係一個非常特殊嘅人，佢安尼一個才能，一個才情有安尼環境佢希望未來台灣係有安尼環境，本世人所以受到安尼親好嘅自然嘅教育佢教育唔係講你教啲乜嘅東西，教你你係乜嘅蟲，你係乜嘅樹，唔係，係本當自然是冇做不可能有安好嘅環境你是。運動也深度但有一日，你就會發現講，我咱擺台嘅時候，我們希望安好嘅環境充滿下一台。我想你可能是台灣未來嘅希望。哎呀，沒有筷子。我可以沒有筷子給我吃。當然要自備筷子啦。我用一把筷子在身上。有沒有多餘的筷子？没关系，我用这个可以了。文山路这么长，有1、2、1、5号，它不会分段呐。文山路这么长，它对，所以要把它写出来。我弟弟说，人家因为乡下很难找，也看不见嘛，这边所以他常常有人找不到干脆挂一个。我在笑他，我说你不必挂那么大嘛，你们家也不会卖酒的。1、2、1、5酒庄。